歡迎返嚟我嘅頻道，又到咗呢個做年終總結嘅時候啦。眨下眼2025年就快要過去，回望返呢一年嘅港股市場，相信大家嘅心情都係好似坐過山車咁樣，有起有落，有驚喜亦都有驚嚇。不過對於我哋呢啲中意收息、追求被動收入嘅投資者嚟講，最緊要嘅唔係股價升咗幾多或者跌咗幾多，而係到底有幾多真金白銀嘅股息落咗我哋個袋度。好多老友記或者新手朋友一講起收息股，第一時間就會諗起大笨象匯豐或者係非常穩陣嘅中移動，覺得佢哋就係收息界嘅天花板，係絕對嘅王者。但係今集我要同大家講一個可能會令你跌眼鏡嘅事實，就係喺2025年嘅年終盤點入面，真正嘅收息王未必係你心目中嗰兩隻愛股，甚至可能係一隻你平日有留意，但係估唔到佢爆發力咁強嘅黑馬。今日我就會同大家詳細拆解四大行業嘅收息股表現，包括銀行股、公用股、電信股同埋房託基金，幫大家重新部署2026年嘅現金流組合，等你可以安安樂樂咁樣自製長糧。首先同大家講下大環境先，回顧返2025年這一整年，環球經濟嘅格局其實發生咗好微妙嘅變化。原本大家預期嘅減息週期雖然係開始咗，但係個步伐就未必好似市場最初預期咁樣急進。呢個就造成咗一個好有趣嘅現象，就係高息環境雖然稍微回落，但係依然維持喺一個相對唔低嘅水平。對於一啲負債高嘅公司嚟講，利息支出依然係好沉重嘅負擔，但係對於嗰啲現金流強勁、淨現金嘅公司嚟講，呢個環境反而係一個汰弱留強嘅好機會。所以你會見到今年有啲傳統收息股表現得好掙扎，但係有啲就靜靜雞跑贏大市。好多朋友問我，既然係咁，我哋個組合應該點樣調整呢？係咪應該仲揸住啲舊經濟股唔放呢？其實答案唔係非黑即白嘅，關鍵係要睇間公司嘅派息能力係咪可以持續，同埋佢嘅業務模式喺新嘅經濟週期入面仲有冇護城河。講到收息，我哋無可避免一定要先講下銀行股，畢竟喺好多香港人嘅心目中，買銀行股收息係一種信仰嚟嘅，特別係匯豐控股，即係我哋叫開嘅5號仔。經歷咗2024年嘅修復期之後，2025年匯豐嘅表現可以話係不過不失，佢嘅股息率依然維持喺一個幾吸引嘅水平，大概有7厘至8厘左右，視乎你嘅買入價啦。匯豐喺2025年繼續推行佢嘅回購計劃，呢個動作其實好重要，因為回購註銷股份，變相就係令到我哋手頭上每一股嘅含金量高咗，每股盈利增加，理論上係支持股價同埋派息嘅。不過大家要留意一點，就係銀行業嘅淨息差紅利喺2025年已經見頂回落，即係話銀行靠存貸息差賺錢嘅能力雖然仲強，但係增長嘅動力已經冇之前加息週期咁勁。所以我哋見到匯豐雖然派息慷慨，甚至有一啲特別式嘅驚喜，但係如果你問我佢係咪今年嘅收息王，我又會覺得佢稍微欠缺咗少少爆發力，佢更似係一個好穩陣嘅防守後盾，而唔係進攻型嘅前鋒。同板塊入面，中銀香港表現就比較平穩，佢嘅優勢在於風險管理做得好，加上背靠祖國嘅業務聯動，雖然股息率通常比匯豐低少少，大約5厘至6厘，但係勝在股價波動細啲。如果你係一個好怕心跳加速嘅投資者，年紀可能去到60歲或者70歲，想安安穩穩收息過退休生活，中銀香港依然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不過講真，銀行股喺2025年面對嘅壞賬風險依然存在，特別係商業房地產嗰邊嘅貸款，呢個係大家喺2026年要繼續密切留意嘅隱憂。講完銀行股，我哋將個鏡頭轉去公用股同埋電信股，呢兩個板塊可以話係孖生兄弟，都係以現金流穩定見稱。先講電信股，中移動依然係好多人嘅摯愛，無他嘅，業務夠簡單直接，每個月大家都準時交電話費同上網費，現金流源源不絕。喺2025年，中移動嘅派息比率依然維持喺70%以上嘅高水平，股息率都有7厘幾，
非常吸引，而且佢哋嘅5至資本開支高峰期已經過咗，即係話公司唔使再攞咁多錢去起基站，變相有多啲錢剩落嚟可以派俾股東。呢個邏輯係非常通順嘅。除咗中移動、香港電訊 HKT 都係好多好色之徒嘅心頭好。雖然佢個增長好慢，真係慢過隻龜，但係勝在夠穩定，100%嘅利潤都派晒出嚟，股息率長期都有6厘幾7厘。對於追求現金流嘅朋友嚟講，佢就好似一份定期存款咁樣。但係點解我開頭話佢哋未必係今年嘅收息王呢？因為收息王唔單止要睇股息率高唔高，仲要睇埋個總回報，即係股價加股息嘅總和。電訊股雖然穩，但係股價喺2025年缺乏炒作主題，缺乏增長亮點，變成咗一隻純粹嘅收息工具。如果你想要資產增值，佢哋未必俾到太多驚喜你。至於公用股方面，長江基建即係1038，依然保持住佢股息貴族嘅地位。佢最令人佩服嘅係連續20幾年增加派息，呢個紀錄喺港股市場真係好難揾到第二間。喺2025年，雖然受到外幣匯率波動嘅影響，特別係英鎊同澳元嘅走勢對佢有直接影響，但係長建憑藉佢喺受規管業務嘅穩定收入，依然交出咗一份唔錯嘅成績表。不過公用股有個通病，就係對利息好敏感。雖然2025年開始減息，但係長債息率依然有一定嘅吸引力，令到公用股嘅吸引力相對冇以前零息時代咁大。所以你會見到中電同煤氣呢啲傳統公用股，股價表現都係比較牛皮，甚至有啲跑輸大市。特別係煤氣，自從幾年前取消咗送紅股之後，光環真係失色咗唔少。雖然業務依然穩健，但係如果你追求高息，佢而家嗰幾厘息率，坦白講真係唔算特別吸引，甚至連做個美金定期都可能高息過佢。所以喺公用股呢個板塊入面，除咗長建同電能實業因為股息率較高仲值得持有之外，其他嘅可能都要再觀望下先。好啦，講咗咁耐，到底邊個先係2025年嘅收息王呢？答案呼之欲出，其實就係能源板塊入面嘅巨無霸中國海洋石油，即係中海油883。點解我會話佢係真正嘅收息王呢？我哋要用數據同埋邏輯去分析。首先，2025年雖然環球經濟放緩，但係地緣政治嘅局勢依然緊張。中東嗰邊嘅局勢時好時壞，導致國際油價雖然有波動，但係整體依然維持喺一個令油公司非常有錢賺嘅水平。中海油最大嘅優勢係佢嘅開採成本非常低，就算油價跌到去60蚊甚至50蚊一桶，佢依然有錢賺。何況2025年大部分時間油價都喺70蚊至80蚊呢個區間徘徊，呢個簡直係佢嘅印銀紙模式。更重要嘅係，中海油嘅管理層喺派息方面非常大方，除咗正常嘅中期息同末期息之外，佢哋仲好願意派特別息，承諾咗個派息比率唔會低過40%，實際上往往派得更多。如果你喺2025年年初買入中海油，計埋股價嘅升幅同埋收到嘅股息，你個總回報隨時超過2成甚至3成，呢個數字係遠遠拋離匯豐同中移動嘅，所以話佢係收息王真係當之無愧。除咗中海油，其實仲有一類股票喺2025年表現得好驚喜，就係部分高息嘅國企股，特別係煤炭股，好似中國神華咁，邏輯同石油股好似，都係資源類，都係現金流強勁。派息極高，動不動就8厘、10厘息。呢啲公司以前大家覺得係舊經濟，好老土，又話唔環保。但喺通脹同埋地緣政治不穩嘅年代，資源就係王道，手上有礦有油，心入面就唔慌。而且國企改革有一個好重要嘅指標，就係要提高股東回報，即係叫佢哋要派多啲息俾亞公，順便我哋啲小股東都受惠。呢個叫做中特股概念，雖然個名聽落好似好虛，但係實際落袋嘅股息係真金白銀嘅。所以喺2025年嘅投資組合入面，如果你冇配置到能源或者資源類嘅高息股，你嘅回報好大機會係跑輸俾隔籬屋陳師奶嘅。講完個驚喜嘅王者，
我哋最後要講下一個令人又愛又恨嘅板塊，就係房地產信託基金，即係 REITs。喺2025年之前嘅加息週期，REITs 簡直係重災區，股價腰斬嘅大有人在，好似領展823咁，由以前嘅紅底股跌落嚟，真係令好多長情股東傷透心。去到2025年，隨住減息週期開始，REITs 理論上係應該反彈嘅，因為借錢成本低咗，有利於佢哋做收購同埋還債，而且佢哋嘅股息率因為股價跌殘咗，變得非常高，閒閒地都6厘、7厘，甚至有啲細隻嘅 REITs 去到10厘都有。但係點解我冇選佢做收息王呢？因為 REITs 除咗睇利息，仲要睇底層資產嘅質素。2025年香港嘅零售市道同寫字樓市道依然面對好大挑戰。北上消費嘅熱潮令到本地商場嘅人流同消費力流失，寫字樓空置率高企，呢啲都直接影響 REITs 嘅租金收入。雖然領展已經好努力咁去多元化，收購外國同內地嘅資產，但係遠水難救近火，股價反彈嘅力度始終受制於基本面。不過如果你係一個肯冒險少少嘅收息投資者，而家嘅 REITs 估值確實係處於歷史低位。如果你相信香港經濟會慢慢復甦，相信2026年利息會再跌多啲，咁樣趁低吸納一啲優質嘅 REITs，例如領展或者置富，作為長線收息部署，其實都係一個值博率幾高嘅選擇。但係就唔好期望佢會好似中海油咁樣又升價又派高息。REITs 目前只係一個修復嘅故事，而唔係增長嘅故事。分析完4大板塊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下我自己對於2026年收息組合嘅一啲睇法同建議。首先，唔好將所有雞蛋擺喺同一個籃度。呢句雖然係老生常談，但係真係好重要。我見過好多朋友因為中意隻股票，就將成副身家帶住買落去，例如全部買晒內銀股，貪佢息高。結果一旦內地經濟有咩風吹草動，或者人民幣匯率波動，佢成個倉就縮水得好緊要。一個健康嘅收息組合應該要有核心同衛星嘅配置，核心部分依然係要以穩健為主。中移動、電能實業、中銀香港呢類業務護城河極深嘅公司，應該佔你組合嘅大部分，例如50%至60%，佢哋負責提供穩定嘅現金流，令你每個月或者每季都有息收，個心定啲。然後衛星部分，即係進攻型嘅收息股，就可以配置大概30%至40%，呢度就可以放入我頭先講嘅收息王中海油或者中國神華呢類資源股，博取佢哋嘅高股息同埋潛在嘅股價升幅。當然你要承受油價同煤價波動嘅風險，但係因為佢哋佔你組合唔係全部，所以就算油價回調，你都唔會傷筋動骨。最後剩返嗰10%，你可以考慮下博反彈，買入一啲跌得好殘但係質素依然好嘅 REITs，好似領展咁，當係買一個減息週期嘅期權。如果2026年減息幅度大過預期，呢部分隨時會俾到你好大嘅驚喜。另外，大家喺買收息股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只係睇個股息率，即係所謂嘅 yield。有啲股票股息率有成10幾20厘，但係你睇真啲，原來係因為佢股價跌咗一半，或者係派咗一次性嘅特別息，呢啲叫做股息陷阱。如果你貪高息衝入去，好容易賺咗息蝕咗價，甚至連息都收唔到，因為公司之後可能會減派息甚至唔派息。所以揀股嘅時候，一定要睇埋佢嘅派息歷史，係咪好似長建咁樣年年加，或者好似中移動咁樣承諾咗派息比率，同埋最重要係睇佢嘅自由現金流。只有真正賺到錢兼且收到錢嘅公司，先至有能力持續派息俾你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對於唔同歲數嘅朋友，你嘅收息策略都應該有分別。如果你係20-30歲嘅後生仔女，雖然我都鼓勵你哋開始儲收息股，建立被動收入，但係你哋嘅本金可能唔多，而且你有時間做本錢，所以你哋個組合入面可以稍微多一啲增長型嘅收息股，例如一啲科技龍頭但係開始派息嘅，好似騰訊咁。雖然佢息率唔高，可能得1厘左右，但係佢會回購，
而且業務仲有增長，長遠嚟講佢嘅股息增長潛力可能大過傳統公用股。如果你係40-50歲嘅中年朋友，上有高堂下有妻兒，你要嘅係穩中求勝，咁你個組合就要平衡啲，核心同衛星各一半，既要現金流又要抗通脹。如果你已經係60歲以上嘅退休人士，咁你就真係要保本至上，唔好再去搏嗰啲高風險嘅高息股，安安分分揸住中電、港燈、領展呢類，甚至做下定期，確保每個月都有錢開飯飲茶先係最實際。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對於2025年嘅收息股表現都有個底啦。其實所謂嘅收息王，個名鹹係虛嘅，最緊要係嗰隻股票適唔適合你自己嘅風險胃納同埋財務狀況。中海油雖然係今年嘅大贏家，但係邊個敢保證2026年油價唔會大跌呢？匯豐雖然今年稍微失色，但係佢依然係國際級大銀行，個底厚過好多公司，所以投資永遠都係一個動態調整嘅過程，唔係買咗之後就可以將佢放入隔萬100年唔理。你要定期審視下間公司嘅基本面有冇變壞，派息政策有冇改變。展望2026年，我個人覺得依然係現金為王同埋股息為後嘅年代。雖然利息會跌，但係環球經濟增長動力唔強，股市好難有大牛市式嘅全面暴升。資金依然會偏好嗰啲有業績支撐、有高股息回報嘅資產，所以大家唔好因為見到股市悶就輕易離場。反而應該趁住大市調整嘅時候，分段吸納優質嘅收息股，慢慢建立你自己嘅現金流長城。最後，我想俾個小貼士大家，就係善用月供或者平均成本法，特別係對於心理質素冇咁好嘅朋友，一次過大手買入，如果股價跌1成，你個心就會好痛，甚至會恐慌性拋售。但係如果你將資金分成12份或者24份，每個月機械式咁樣買入，你就可以拉勻個成本。股價跌嘅時候，你可以買多啲股數；股價升嘅時候，你資產就增值。長期嚟講係一個最舒服、最冇壓力嘅儲資產方法。特別係對於收息股嚟講，你儲嘅股數越多，將來收到嘅息就越多。呢個雪球效應係非常驚人嘅。試諗下，如果你由30歲開始，每個月儲5000蚊買入優質收息股，假設平均股息率有5厘至6厘，再加埋股息再投資，去到你60歲退休嗰陣，你手頭上嘅資產同埋每個月產生嘅現金流，隨時夠你環遊世界嘆世界，唔使睇仔女面色。呢個先係我哋投資收息股嘅終極目標，係咪？好啦，今日嘅2025年中盤點就講到呢度。雖然話中海油係今年嘅王者，但係投資市場冇永遠嘅贏家，只有長勝嘅策略。希望大家喺新嘅一年2026年都能夠揾到屬於你自己嘅收息王，個倉長賺長有，息口越收越厚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影片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冚埋個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之後關於2026年最新部署嘅分析啦。亦都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分享下，你心目中2025年表現最好嘅收息股係邊一隻，或者你喺呢一年入面有啲咩投資心得或者教訓，大家一齊交流下，集思廣益，喺投資路上互相扶持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講真，回望返過去幾年，香港股民真係唔容易，經歷咗疫情、加息、地緣政治各種衝擊。恒指由3萬點跌落嚟，好多人嘅身家都縮咗水，信心都動搖咗。但係正正係喺呢啲艱難嘅時刻，收息股發揮咗佢定海神針嘅作用。試諗下，當大市跌緊500點、1000點嘅時候，你打開個戶口，見到匯豐派息入咗賬，見到中移動寄封信嚟叫你收息，嗰種實在咁係炒鬼股俾唔到你嘅。收息股雖然悶，唔會令你一夜發達，但係佢會令你每晚都瞓得着覺。呢個喺今時今日咁波動嘅世道入面，其實係一種好奢侈嘅幸福。我哋再深入少少講下銀行股嘅前景。雖然我頭先話淨息差見頂，但係大家唔好忘記，香港銀行嘅資產質素其實喺全球嚟講都係數一數二嘅，監管非常嚴格。
壓力測試做足，所以就算經濟差，佢哋出事嘅機會都比外國銀行低好多。而且隨着大灣區嘅融合，跨境理財通呢啲業務會慢慢釋放潛力。中銀香港喺呢方面嘅優勢係無人能及嘅。佢喺內地嘅網點同埋同母公司中國銀行嘅協同效應，係佢未來增長嘅引擎。所以如果你係睇好國家發展，睇好大灣區前景嘅，中銀香港依然係一個必備嘅核心持倉。至於渣打銀行，雖然佢近年表現都唔錯，亦都恢復咗派息，但係佢嘅業務比較分散，受新興市場波動影響較大。對於純粹想收息嘅朋友嚟講，佢嘅穩定性可能不及匯豐同中銀。再講下公用股入面嘅電能實業，即係6號仔，佢其實係一隻好特別嘅股票。佢主要業務係投資世界各地嘅能源項目，佢嘅特色係現金流極之強勁，而且佢基本上冇咩負債，或者負債比率極低，因為佢好多時係同長建一齊夾份投資，佢扮演一個金主嘅角色，所以佢嘅派息能力非常強。歷史上佢試過派好多次特別息，將手頭上多餘嘅現金派返俾股東。如果你中意啲公司唔好亂咁花錢擴張，寧願派息嘅話，電能實業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不過佢嘅缺點就係增長動力真係好有限，因為好嘅收購項目唔係成日有，而且競爭都好大，所以佢比較適合啲極度保守，甚至係當佢係債券咁樣買嘅投資者。講返電信股，除咗中移動同 HKT， 其實仲有數碼通同埋和記電信，呢啲本地電信商規模細啲，競爭亦都比較激烈。因為香港市場細，又要打價格戰，所以佢哋嘅毛利通常都受壓。不過佢哋勝在派息都算慷慨，而且股價相對低殘，股息率有時會高過龍頭。但我個人建議，既然買收息股係為咗求穩，咁就不如買龍頭啦。中移動個規模效應同埋佢喺內地嘅雲業務、數據中心業務嘅增長潛力，係本地細電信商比唔上嘅。雖然話收息主要睇現在，但係如果有得揀，當然係揀隻有將來嘅好啲啦。最後補充少少關於房託嘅風險，大家要留意美國10年期國債息率嘅走勢，因為 REITs 嘅股價同債息係呈反向關係嘅，當債息升 REITs 就會跌，反之亦然。雖然大家都預期2026年息口會跌，但係通脹係好頑固嘅，如果通脹反彈，聯儲局減息嘅步伐隨時會停，甚至掉頭加息，到時 REITs 就會再受壓，所以買 REITs 一定要有心理準備，要守得，要有耐性，唔好諗住買咗之後下個月就升2成。收息係一場馬拉松，唔係100米衝刺，最緊要係鬥長命、鬥忍耐力。總結嚟講，2025年雖然充滿挑戰，但係亦都係收息一族豐收嘅一年。特別係揸住能源股嘅朋友，應該笑得好開心。至於揸住銀行、電信嘅朋友，應該都過得唔錯。係揸住 REITs 嘅朋友，可能就要再捱多陣。但係黑暗過後就係黎明。只要你揀嘅係優質資產，時間係會站在你嗰邊嘅。記住我今日講嘅重點：分散配置、核心加衛星、量力而為，同埋最緊要係堅持月供。透過時間嘅複利效應，幫自己建立一個打風都打唔甩嘅被動收入系統，咁樣無論個市點樣變，你都可以處變不驚，笑看風雲。好啦，今次真係講完啦，講咗咁多，希望真係幫到大家釐清思路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記得 share 俾你身邊都有買股票收息嘅朋友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，大家一齊發達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